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會講厥陰病半表半裡陰症嘅第1至到第9條方。第1條係烏梅丸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烏梅、細辛、乾薑、黃連、當歸、附子、熟椒、桂枝、人參、黃柏。佢嘅辨證要點係厥逆、煩躁或腹痛、嘔吐時緩時作或虛寒久利者。第2條係柴胡桂枝乾薑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柴胡、桂枝、乾薑、瓜蒌根、黃芩、牡蠣、炙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半表半裡虛寒症而見四肢厥冷、口乾滑苦、心下微結者。第3條係黃連湯，佢係半夏瀉心湯去黃芩，增亮黃連。佢嘅方劑組成係黃連、炙甘草、乾薑、桂枝、人參、半夏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心煩、心下痞滿、腹痛或乾嘔下痢者。第4條係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乾薑黃連黃芩人參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胸中煩熱、嘔心嘔吐而大便溏者。第5條係半夏瀉心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半夏、黃芩、乾薑、炙甘草、人參、黃連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上熱下寒，因見嘔而腸鳴、心下痞硬者。第6條係甘草瀉心湯，佢係半夏瀉心湯加亮甘草。方劑組成係炙甘草、人參、黃芩、乾薑、半夏、黃連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半夏瀉心湯症中氣更虛，或見口舌糜爛、腸鳴腹瀉、前後陰潰瘍者。第7條係生薑瀉心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生薑、炙甘草、人參、乾薑、黃芩、半夏、黃連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心下痞滿、乾嗌食臭、腸鳴下痢者。第8條係六物黃芩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黃芩、人參、乾薑、大棗、桂枝、半夏，佢嘅辨證要點係乾嘔下痢而心下痞硬、四肢不溫者。第8條係黃土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皂心土、阿膠、黃芩、白朮、炙甘草、熟地黃、熟附子，佢嘅辨證要點係大便溏而下血黑紫，兼見四肢冷痹、反心煩熱者。